针对着中央政府明年度的总预算，这朝野总算是有共识，三个党团拢同意甲总预算交付委员会来审查，而且未阁来提出着复议。这个协商的过程嘛真难得，气氛和睦。院长韩国瑜就笑讲，真少看到滋味善目的歌总调，就是咧讲郭建明。 你看哪一个要改审了，你就改审啥？那个我们党团先处理一下，好不好？程序上处理就好。总预算第7届并通关，看到要交付委员会来审查，民众党团总调郭建明是真着急，想要加速一个。看到这幕甲进前的冲突比起来，韩国瑜是真感慨。今天很难得见到慈眉善目的柯总召，温良恭俭让的副总召。现在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时常单挑华夏盛伟9大门派的黄总召发言。预祝柯总召。 好，希望身体可以早日康复。好，我觉得政治不能脱离人性啊。总算有共识，三党团拢签字，针对总预算的终结点，紧发补偿，逐年特公庆6万块，会伫咧明年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处理。若健保点达0.95目标，会伫咧明年6月底进行达成。另外，年底前提出公牛收购的继续方案总预算案，交予财政委员会照日期分送予各委员会详细审查，嘛拢同意无提出复议。调野总算是好解，不过协商前1点钟，民众党的记者会同款是流月尾，尤其是前一天三党到行政院参详总预算，民众党团总干事魏玉珍连协商结论拢无签字。行政院不是我们立法院的最大的决定权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不能这样子的草率来去做一个决定。这都是政治诚信，这都是跨党的共识。我们希望朝野大家都要言而有信，否则不是曾孝伟吗？看起来搬喙金也是袂少，看会期就要结束，总预算复位审查，要安怎应对这时间的压力，真做上大的考验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